后来甲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来看这个嘉义县最近爆发着本土病例，其中有一个个案是国小的校长，讲这个校长捌甲县长王江良、甲立委陈明文做伙来食饭，所以县长甲立委拢爱来做采检。啊，这个防疫的规定，采检后的3天内，袂当出入到公共场所，而且出门都爱挂喙罨。但是立委陈明文19号去做采检，阴性了后，隔天就随参加公开的活动，而且甲喙罨摕掉来致辞，这真明显违反着规定。啊，陈明文是出面来道歉，讲已经向卫生局自请上悬的罚款15000块。乐乐堂的队伍等来做体检，因为嘉义县秀南国小的校长确诊，要含伊做伙食饭的县长洪忠良、立委陈明文嘛拢爱做体检，是咪到即马刷表？参会顶徛伫中致辞，喙罨有来的人就是立委陈明文。一张相片是民众伫咧昨翕的。啊，陈明文前一天才拄去病院采检煞，过两天佫无挂好喙罨，乌白拍拍走参加公众活动，已经违反防疫的规定。是违反传染病防治法36条，那我们会依同法70条我们来处罚。3000到15000，那委员他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，所以他自己要采最高的罚则。那我们也会采最高的罚则来做一个行政处分。就算陈明文3月19采检阴性，不过因为防疫规定，爱自我健康监测，采检完3天内爱避免参加公共场所的活动，嘛爱专程挂喙罨，相片流出来，嘛向大众回示嘞。有去参加了一个新港的公开活动。那在致辞的时候，口罩不慎脱落，我还是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表示歉意。身为公众人物做无好的示范，伊本人嘛紧回失嘞，因为防疫无做好势，无人知影敢会阁出现严重疫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